昨是教师节，有民间团体调集专家、学者、NGO 的团体，做伙来思考台湾教育目前的济问题。因呼吁未来总统参选人，面对假设少、知识偏向有好好收起来，还有 AI 对教育的挑战等等的问题，这一块参选人拢应该提出教育的政见来应对。9月28是教师节，教育再工强化联盟也调集专家学者 NGO 团体共同来思考台湾教育目前的问题。联盟提出5大诉求，要求爱立法因应少简化，让学前教育自主学习、终身学习公共化，由政府负担国民的教育成本，让台湾成做青年安居的社会。联盟的执行秘书丁进仁也指出，各阶段的教育其实拢有上品化的问题，其中以学前教育上严重，父母常常爱开真侪钱，让囡仔去读。那事实上，如果真的要解决国人学前教育的需求，其实应该以非营利幼儿园为主要的模式去让家长跟父母没有后顾之忧那这样子才有办法增加妇女劳参啦，对还有那个收敛我们的少子化，增加我们的生育率。惊生少是全国性的问题，像中华大城4年来有3间国校收起来。联盟指出，伫咧地方政府财政无法度负担学校的教育经费情形之下，上简单的方法就是关学校。但是学校废掉，少年人继续减少，社区嘛对立无起，所以建议中央要设立教育基金来协助。我们在教育经费编列与管理法里头呢，应该要增加一个中央教育发展基金。透过这个基金，由中央部会呢开始先去撑住我们地方这些国小的经费，让它不要被废掉。国民教育是国家栽培人才的重要基础，尤其在资讯爆炸、佮加上形成式 AI 等地发展的时代，联盟认为，事实上老师的角色常常面对真大的挑战甲质疑。针对教育的议题，联盟提出真侪建议，伊嘛呼吁未来的总统参选人也应该爱出面提出适合当代的教育理念。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